高雄有一间文创公司有伫咧做这福气红仔，无论是公部门，或者是民间企业，甚至有日本公司专工来找因合作。头家讲，这逐年干那做这红仔衫的收入上无有3000万，而且这市场需求愈来愈大，也真竞争，因为用这品质甲服务来争取订单。 头家甲电源切开，红叶啊，随开始拍空管器，一身古水的邮局福气红仔随显伫眼睛。高雄这间专门制作福气红仔的文创公司，对画设计图开始一直到制作生产，拢包在内。头家讲，亲像因这款规模的公司，国内未超过10间，伊伫高雄定金做这个福气红仔，是对完全无经验开始豆豆啊学，用差不多20年的时间，到即阵北中南拢有公司，逐年干那福气红仔收入上少过3000万，这一切靠的都是用心甲耐心。 咱若有迄耐心，和伊沟通，伊爱啥，吼，伊需要啥，咱若是甲解释、说明，互伊听有，那伊安尼伊就第一放心。 头家讲，高雄总公司这边员工有10外个，平均30岁拢真少年，可能是受到头家影响，员工嘛真有耐心，拄着有挑战性的订单，就会互相参详去解决难题。无法度用机器车，就换用手工来填。设计图若是无合人起意，无要紧，搁来一摆。我到上色端的时候，客户突然发现，这个跟他们想象中有落差，就赶紧喊卡，然后又回过头来，再从草稿这边去做调整。你要听。 员工你会甲伊对话伊爱啥你会当满足伊的袂伊的未来是啥咱来知影所以我是当作我唔敢讲我是一个头家，我拢讲我是一个教练安尼啦嘛甲当作家己的囡仔呢。 现在国内真侪公司拢会用福气红仔来营造企业形象，包括一般休闲娱乐活动，嘛拢会用福气红仔来带动气氛。头家胡正良讲，伊真看好这个产业，只要用心做，免惊会无订单通接。记者柯家做邱兆阳高雄场报道。